大家好，今日我希望同大家探討一下咩係賽局理論。大家試想像下，如果今日你可以許一個必定實現嘅願望嘅時候，你會選擇許願啲咩願望呢？你可能會許獲得財富或者獲得健康，但係我相信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願望就係再俾我許多3個願望。由此例子可見，其實人都係好勝嘅。呢一個好勝唔代表每個人都想爭第一，而係喺可以選擇嘅情況下，我哋都會傾向獲取個人利益嘅最大化。以一個例子說明啊，小明同埋佢嘅朋友去餐廳食飯，佢哋決定以 AA 制平分賬單。呢個時候理性嘅小明心諗，反正錢都係大家平分，點解我唔嗌個貴啲嘅套餐去俾自己寫一個更好嘅餐點呢？反正多出嚟嘅呢份錢都係由大家平分啫嘛。呢個時候，其他人都注意到阿明呢個反常嘅行為，於是佢哋都決定一齊買更加昂貴嘅食物，避免蝕底。最後，一餐本身平凡嘅聚餐變成一個好昂貴嘅聚餐。呢一個就係博弈論嘅縮影啦。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曼教授曾經定義過，賽局理論其實就係互動決策嘅數學公式化，將每個人嘅抉擇以數學嘅方式列表出嚟。佢嘅核心前提為每個參與者都相對理性，且都追求個人利益嘅最大化。呢一度嘅利益唔單止係代表金錢嘅名譽，因為係與他人嘅關係都喺範疇入邊。而我哋要深入探討博弈論嘅時候，我哋就不得不提最為著名且最為熱門嘅博弈之一——囚徒困境。以下係囚徒困境嘅一個經典案例：阿華同阿偉分別作為嫌疑犯，被分開拘留，無法交流。警方缺乏確鑿嘅證據。呢個時候，檢察官向佢哋兩個拋出一個提議：如果你哋兩個都唔認罪，就各自被判3年監；如果你選擇招供而轉為污點證人嘅話，你將即時獲釋，而對方就要被判處10年嘅監禁。但係如果兩個人都選擇招供嘅話呢，就各被判7年。你哋認為呢一個情景下，阿華同埋阿偉分別會選擇啲咩選項呢？以囚徒困境嘅結果為例啦，其實佢哋大家都會選擇互相背叛嘅。點解呢？我哋試下代入阿華嘅視角去理解啊。無論對方選擇啲乜嘢都好，揀背叛都係對自己最為有利嘅。若果阿偉選擇背叛，我選擇沉默嘅話，我要被判10年嘅監禁。但係我選擇背叛，就反而只係需要判7年嘅監禁。如果阿偉選擇沉默，咁我選擇背叛就可以即時獲釋，而避免3年嘅無辜刑罰。呢一個雙方都選擇背叛嘅均衡點，就係博弈論中著名嘅拿殊均衡，亦都即係決策者喺得出結果後並唔會後悔自己選擇嘅決定。而你可能會認為，最後大家都背叛呢一啲戲碼實在過於悲觀，但係其實現實社會並唔係好似囚徒困境如此膚淺嘅。相反，充滿交流嘅社會入邊有好多唔同嘅變數，其中之一就係我哋與他人嘅交流並唔係局限一次嘅。例如啦，我哋喺返工嘅時候幫同事買杯咖啡，都可以係博弈嘅一種。我哋往往會保留一種心態，就係當我喺今次幫助咗你，你以後都可以因為呢件事而幫返我。呢一種對未來嘅期待，促進咗現今社會人與人之間嘅互助合作。但係我哋要點樣喺呢種持續性嘅囚徒困境之中獲得最大嘅好處呢？政治科學家羅伯特·艾瑟羅德曾經展開過研究，佢邀請咗唔同嘅學者去分享自己認為囚徒困境中最佳嘅策略，並且展開咗一場模擬嘅對決。其中嘅策略
非常之多種，不但有絕對嘅好人、絕對嘅壞人，亦都有只靠硬幣隨機抉擇嘅隨機者，亦都有見風轉舵嘅模仿者等等。而喺眾多嘅實驗結果後，最後得出最佳嘅策略呢，就係一個名為以牙還牙嘅策略。佢嘅核心思想好簡單，就係第一輪嘅時候先做一個好人，並與對方合作。喺第二輪過後，就永遠複製對手上一輪嘅抉擇。若對手選擇合作，我就繼續合作落去；對手選擇背叛，我就背叛返去。呢一個以牙還牙嘅策略聽起身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以牙還牙呢一種嘅單一策略並不適用於現實社會當中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現實社會當中亦都有一種變數，就係雜訊啦。雜訊亦都即係一種錯誤嘅判斷。打個比方，就係當你選擇合作同埋背叛嘅時候，唔小心撳錯掣，令到對手誤會咗你選擇背叛。而呢一種嘅誤會可能會令到雙方都偏好和平嘅人，最後選擇咗無止境嘅互相背叛。以歷史作為例子啊，喺1983年冷戰最為嚴重嘅時期，蘇聯嘅雷達偵察系統曾經檢測到一個來自美國嘅導彈。如果根據以牙還牙嘅絕對規則，蘇聯此時應該要即刻準備向美國進行反擊。但係呢一個時候，其中一名蘇聯軍官卻選擇咗退讓而不反擊，最後證實咗呢一枚嚟自美國嘅導彈其實係偵測系統嘅誤判。如果唔係當時呢個軍官嘅一時退讓，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早已發生。呢一種對對方錯誤嘅退讓，就係一個比以牙還牙更為進化嘅策略，名為以牙還兩牙。佢嘅核心概念同以牙還牙非常相似，但係佢嘅核心不同點在於喺對方進行一次背叛後，並唔會立刻進行反擊，相反會給予對手一個改過嘅空間，令到對手可以改過自己嘅錯誤，從而去避免一個報復式嘅報復。亦都有專家就住呢個議題進行咗一次演化嘅測試。佢將喺持續性囚徒困境中獲分最高嘅策略繼續繁衍，而得分最低嘅就此滅絕。當喺冇雜訊嘅影響下，最後生存落嚟嘅就係只會見風轉舵嘅模仿者。但係當加入變數之後，最後生存落嚟嘅就係更為寬容嘅以牙還兩牙策略。由此可見啦，其實學習博弈論呢，並唔單止係為咗數學嘅計算㗎，相反係要為咗理解生存嘅道理。喺而家呢個高度競爭嘅社會，面臨住不論係商業談判、氣候變遷等全球嘅挑戰，單打獨鬥或者背叛他人，可能可以獲得一時嘅暴利，但係建立信任同埋選擇合作，先至係長期嘅最優解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話：做個好人，但係要做個聰明嘅好人。面對惡意嘅時候要明哲保身，但係面對誤解嘅時候要多一份寬容。當我哋從個人嘅利益轉向集體利益嘅最大化嘅時候，呢個社會先會演變出更加好嘅結局。多謝大家。